摩根羅渣士加盟車仔絕對係一筆好簽約，但係講到轉會費就真係貴到離晒譜。當其他隊嘅球迷都笑車仔高價買水貨，阿仙奴球迷慶幸自己愛隊冇亂使錢嘅時候，究竟呢個上季聯賽37場只入得10球，佢憑咩打破英人轉會費紀錄？車路士高層今次到底葫蘆裏賣咩藥？今日我哋就講講羅渣士呢筆轉會到底係豪賭定係神級嘅操作。不過真正令車仔願意俾1.1億買羅渣士，係因為市場根本冇第二個人係更好嘅選擇。冇歐戰代表啲咩？代表住轉會市場有質素嘅球員，好似迪奧文德、巴古拿耶迪斯呢啲翼鋒，根本唔會優先考慮車仔。阿仙奴買咗托沙，而利物浦又冇咗沙拿，人哋今年有歐聯踢，憑咩要揀連歐協都冇份踢嘅車路士先？就算呢啲球員肯為愛發電加盟球隊，人工都一定坐地起價。你睇睇熱刺買東拿尼同費蘭迪斯，夾埋使咗接近2億。最離譜嘅係費蘭迪斯由降班嘅韋斯咸加盟，連葡萄牙世界盃名單都入唔到，未完全證明自己就已經袋緊25萬磅周薪。如果車仔跟住咁做，球隊嘅人工架構即刻崩盤。所以車仔喺轉會市場嘅選擇極度有限。而羅渣士正正係有英超即戰力，人工要求尚算合理。就算今季維拉有歐聯踢，都肯轉會去冇歐聯踢嘅車路士，所以羅渣士係車路士嘅唯一選擇。先睇睇羅渣士嘅數據，近2季喺各項賽事交出雙位數嘅入球同助攻，已經係維拉進攻嘅核心。佢有突破能力，無球跑動強，擅長內切，吸入大位，遠射。上季對曼聯入咗球好靚嘅世界波，呢球有當年古天奴踢利物浦嘅影子。但係大家又知唔知佢背後嘅故事？佢其實係曼城青訓出身，但係根本冇上陣機會，不斷外借去低組別聯賽。嗰段時間可以話係佢職業生涯最迷茫嘅時期，但佢冇放棄到離開曼城轉會去英冠嘅米杜士堡。佢喺米堡踢出名堂，只係用咗半季時間，就憑實力就踢翻上英超，加盟維拉。又喺曼城冇機會要去英冠打滾，再一步步喺維拉踢出名堂，踢埋歐聯，今年入選國家隊，踢埋世界盃。齋講呢種唔怕打逆境波同唔服輸嘅心態，車仔絕對唔使擔心佢會係一個難服侍嘅球員。除咗已經證明咗自己有能力踢英超之外，羅渣士加盟車路士仲有一個極大嘅優勢，就係幾乎完全唔使點適應。喺我眼中，佢喺英超已經算係一線球星，但去到一個新環境，球員之間嘅默契同踢得開唔開心先係最關鍵嘅。而佢同彭馬戴納同拉維亞當年喺曼城青年軍就已經合作過，尤其係佢同彭馬私底下一向好鬼老友。羅渣士甚至公開講過，彭馬係佢最好嘅朋友，兩個入波都會用同一個慶祝動作。喺位置方面，沙比都講明會擺羅渣士踢左翼，加拿祖會借去維拉，尼圖同伊斯迪方都係踢右路比較好，始終左腳踢右邊方便佢哋內切，所以羅渣士幾乎肯定係鐵膽左翼正選。而彭馬就習慣喺中路或者右路發動攻勢，位置上完全唔會重疊，根本唔存在爭波踢嘅問題，除非彭馬受傷啦，不過都可以用安素踢10號位。佢有呢位從細玩到大嘅死黨一齊踢波。羅渣士喺更衣室嘅融入速度，定係喺球場上嘅默契，一定會比一般新加盟嘅球員快好多。另外，佢可以俾到車仔極大嘅戰術價值，就係佢萬金油嘅屬性。而我認為呢樣先係車仔肯俾1億嘅真正原因。雖然沙比已經講明會擺佢踢左翼，但佢喺維拉主要係踢10號位。世界盃對阿根廷嘅4強大戰入面，杜曹擺佢去踢右翼，結果就係由佢就助攻哥頓幫英格蘭先領先。呢點證明咗佢無論佢踢邊個位都好，佢都可以交到貨俾你。佢每一項能力都好平均，呢種全能球員對沙比嚟講絕對係好重要。如果沙比想踢翻以前喺利華古遜嘅3-4-2-1雙攻中體系，又或者轉打4-2-3-1、4-3-3，羅渣士都可以隨時轉換角色位置，會為沙比提供好多嘅戰術變化同臨場調動空間。雖然我哋唔知道沙比會喺車路士教到幾耐，我哋都知道車路士高層對領隊不嬲冇乜耐性，但係羅渣士呢一類球員，就算沙比唔教車仔，佢絕對都係每一位教練都會中意嘅類型球員。雖然我講咗佢咁多優點，
但無可否認轉會費實在貴得太離譜。雖然大家都知佢本英格蘭 passport 好值錢，買英格蘭本土球員向來都有溢價，但客觀咁講，無論表現同數據，羅渣士仲未達頂級球星嘅水平，所以今次阿仙奴俾車仔截胡成功，喺我眼中其實好正常。阿仙奴作為上屆英超冠軍，佢哋根本唔需要食炒價買佢，亦唔需要配合維拉去做水魚。羅渣士對阿仙奴嚟講只係錦上添花，今次佢哋唔 match 車仔嘅報價，其實完全冇錯。而轉會市場翼鋒仲有大把選擇，佢哋都已經買咗布魯日後生仔佐利斯，轉會費只係3400萬鎊。上季喺比甲交出17個入波同23個助攻，但對於沙比同車仔嚟講，羅渣士就係信心嘅保證，就算要溢價都要買佢，因為球隊係承受唔到，下年都係冇歐洲賽踢。不過車迷見到最近另一條轉會新聞，車迷會唔會心理平衡翻好多呢？同樣係翼鋒嘅森馬維爾以8000萬轉會去希拉爾 ，Here we go 咗啦！呢單轉會一個降班隊翼鋒都可以賣到咁貴，係咪即刻覺得羅渣士好抵呢？原來唔係車仔賣得貴，而係成個轉會市場都好黐線，通脹得咁犀利，所以我嘅立場就係車路士冇買錯佢，佢一定幫到手，絕對係車仔核心嚟，只不過係買貴咗咯。我哋睇埋下季車路士陣容，其實中前場好後生，同有即戰力嘅前鋒有祖奧柏度，左右翼有羅渣士同尼圖，10號位有彭馬，中場仲有卡些度同安素。前提係安素唔去皇馬嘅話，講真，除咗後防同龍門比較弱，其餘位置絕對係英超頂級水平。原本上季一開始其實車仔係踢得幾好，只係突然間馬列斯卡突然辭職唔教，高層又黐咗線請咗個完全冇強隊執教經驗嘅羅仙尼亞，搞到球隊上下無心戀戰，最後先排到第10。下季車仔嘅優勢就係冇歐洲賽踢，以佢哋嘅板凳深度單線作戰，相信會踢得幾輕鬆。上季有版你睇，曼聯就係唔使一周雙賽，可以集中火力踢聯賽，最後排第3，踢翻歐聯。如果車仔高層可以補強埋後防同龍門，有冇機會爭冠軍，就要睇高層點樣再補強陣容。不過我覺得下季車仔排前4踢翻歐聯應該問題不大。最後大家又覺得羅渣士值唔值呢個價錢？佢會唔會係高薪低能嘅水貨？喺下面留言話我知，大家一齊討論傾傾波經。既然今條片講車路士，不如下條片就講講加拿祖轉會去維拉。走之前記得 like 同 share 呢條片，可以嘅訂閱埋 channel，多謝大家。我哋下條片再見。